然后下面第三个是中介，就是说，这个说法的这个怎么说啊？就是中介这个法院的这个功德吧，就是中介就是说法院的这些功德，就是第三个。若人于此普贤，愿读诵数次即言说，国宝为佛能正知，决定获上菩提道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从整个这个功德啊，就是全部我们这个终结的话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呢，就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，就是念了这个普贤行愿品，或者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就是读诵也好，手持也好，或者是给别人演说，那么这个功德呢，就是只有佛陀才能这个了知的啊，就是而且就是最后的这个究竟的功德呢，就是必定会是获得什么？获得这个佛果啊，圣菩提就是圣菩提道的啊，就是获得这个佛果的，这是这个决定无疑的，就是不要怀疑的意思。好像藏文当中是，这个不要这个怀疑，就是普贤行愿品的长汉文里面也说了，就是莫生义理，好像什么就是应当地数是吧？就所以跟藏文比较这个相同的，就是不要这个产生疑虑，然后呢，就是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结束啊，就是好好的这个结束这个意思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就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当然，如果把它的内容就是让观想读诵的话，那就是功德是更大的。即使你把这个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不能完全的就是领会，但字面上啊，在口头上呢，就开始这个念诵啊，就是这个风诵，就是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就是自己这个手持啊，就手持的话呢，就是心里面就是进行就是把它这个结束啊，就是记在心里面呢，或者说是把它呢，就是经常就是放在什么这个一些这个佛堂里面呢，就结束。我们就平时讲那个就示众这个发心吧，就示众发心的话呢，其他的一些大乘佛教的话呢，比如说这个善谢啊、供养啊，然后这个施给别人啊，就给别人，然后自己这个读诵，还有这个听说啊，就是听说，然后这个结束，就我们这里这个受持，就是受持的意思，然后给别人这个演讲啊，还有奉诵啊，就奉诵跟读诵稍微有点这个差别的，还有这个思维和修行，就是这叫做是十种这个发心，就是这什么那个显光庄论当中也是讲过，就是辩中辩论里面也说了，就是什么心是发心则祸福具无量，就是那么信这个十种发心的人呢，就是获得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啊，就是那么这是这个中的就是大乘佛法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信持啊，就是谁能度诵，谁能这个闻思修行，就是其实在这个十种法心里面，闻思修行都是这个闻思修行三个都是分开的，就十种法心。我们听课的时候呢，也算是闻思修行了，先听了，然后思维，再修的话呢，那十种法心里面好多的。然后边这样的时候呢，自己也要开始风诵和读诵都可以，都可以这个接受的。同时呢，就是自己在上面就是稍微那个写一写啊，就是我看有些人的字体就是很难看的，然后就是写那个写人的时候呢，就是写罢一样的，就是然后有些呢，尤其是像我一样，就是比较这个语速快的话，那就只是写一个字，然后后面就忘了，就不知道什么就是，然后一直笔听着这样，最后又不写了，就不高兴了。嗯。等等，就是凡是就是说，普贤行愿品的，就是读诵的，然后自己受持的，还有呢，就是给别人这个演说啊，就是跟别人书持里面呢，我们这个在这里是从那个广义上讲的话，闻思修行全部都有，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受持里面，就是你要这个自己受持啊，就是然后那个或者说是经常呢，就是带在这个手里，就是带在这个就是身边的，带在身上啊，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属于这个受持的。那么这些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的，我们读一遍普贤行愿品，或者进行思维，或者听说啊，就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啊，就不是很困难。那么这个功德的话呢，是什么样呢？就是一般的这个实践的这个一些善知识也好，或者是声闻、缘觉。
阿罗汉啊，就是这些的话呢，那么有多少功德呢？就是他们是说不清楚的，因为他的功德太高了，就是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。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阿罗汉的这种智慧的话呢，就是非常的这个广大，就是非常的广大。他的是很多事的这个宿命的事也知道的，很多事以后也是知道的。这一点是不仅是阿罗汉，世间的一些仙人也是有啊。世间有些仙人的话呢，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嘛？因为那个他知道是前面的即时就是知道，后面的即时知道，他只是前世后世稍微短暂的，就是他就承认，就是所以外道的有些这个宗派当中也有这样的。但是像无数劫以前的话呢，他就没办法知道，在这个之前呢，就是他就根本就是无法预测的时候，他经常呢就是说是啊，这个人的前世是不是什么什么，就是他经常搞错的，就是有这样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时间当中的这个一些智者也好，或者声闻缘觉也好，那么这些呢，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或者是讲一遍，或者是自己受持的这个功德的话呢，他们的是就是确实是这个无法就是测知。啊，无法这个测知的，唯有的这个全知的这个佛陀的话呢，他才知道是啊，就是这个某某人呢，以前念过普贤行愿品，以前受持过这个普贤行愿品，因为这个功德呢，在无数的事当中，他在人间就是啊，就是接受什么这个相好圆满的、智慧圆满的，然后是他这个财富啊，就是长寿啊等等等，就是这么功德的。然后在这个人间当中也是接受什么什么的这个功德，他全部呢就是会知道的。佛陀呢，因为他是编制就是一切的这个身世当中的这些扭转呢，就是全部都知道。除此之外的人呢，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必定会是获得这个佛果，获得这个菩提正道的。这种道理的话呢，唯有这个佛陀呢，就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藏文的这种译法的话呢，就是对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千万不要产生任何的怀疑啊。就是最后呢，就是说是你不要这个产生怀疑，因为一般的。一些这个世间的就是愚者的话呢，就是对神圣的法门呢，就经常有一些这个怀疑啊。就像入大乘论里面呢，就是也说过，说是敦者心下劣吧，就是闻者怀敬意，就是敬意是就是这种恐惧和还有这个疑惑的意思。真是福者仁者甚深啊，就是仁者甚深啊，就是仁者气甚深，就是说是真正的一些具有广大智慧的佛者的话呢，那么就是深深的，就是像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这个神圣的道理的话，那就是完全是可以这个领会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，有一些这个就是去思想这个下意的人呐、那么他们呢，就是经常的确也对这个产生怀疑是这个有这种现象。但在佛陀就普贤行愿品当中的话呢，要求我们就是千万呢，就是不要这个产生这个怀疑，就是这是佛的这个金刚语啊，就是金刚语。那么我们将来的话呢，必定会是就是得到这些的这个果报。所以我们听了这个颂词以后的话呢，我相信很多人呢，就是以后在一生一世当中啊，或者是这个法院，就是乃至生生世世呢，就是会这个读诵啊，就是普贤行愿品。那么自己呢，就是经常就是也带在这个身上。我看有些道友是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到哪里去了都是让自己呢，就是带这个法本啊，就是带这个念诵的这个课诵记到哪里就是空的时候呢，就是都有自己的这个课诵啊，就每天都是自己就是会完成，就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功德的这些经文呢，就是经常这个念诵的，就是而有个别的散乱的人的话呢，就经常都是没有什么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，就是非常这个轻松。但这一点的话呢，也许是可能真正的这个大修行人，就是大修行人的话呢，一切都装在这个光明智慧当中，就是心里面，就是所以不需要就是拜很多报复啊，就是不需要的，就是这个是我们也应该就是发清净心，就是他的这样的这个赤裸裸的这种这个觉醒的这个功德的话呢，就是在新闻上也是不然就是看出啊，就是也是这样。但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是也经常就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就是经常就是念诵啊，念诵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确实这个非常这个重要啊，就是非常重要。